一代志无？我上介意甲伊做伙坐车去露营。阮要去行 ，Go！ 好好玩啊！甲阿爸做伙出来耍，就是上欢喜的代志。阮到位啊！头一件代志要先来大步旁。等一下哦，这边我爸爸放一个杆子下去，你帮我扶住。你在那边，你在那边。对。步旁搭好了后，刷落来，阮要搭一个小小的客厅。涂骹有真侪石头，倒爱歪歪，所以我要甲一块大粒石头抹开。安尼倒仔才会平。爸爸，我用好了，我也一起用。我为厝里带来的棉被甲枕头，安尼伫外口困才会舒适。OK， 上。水这边做凉的呢。跳，再跳一摆，跳。做人生水上爽快啦！我要来起一个水坝，起水坝爱用足侪粒石头，安尼水才袂流过去。那亲像阁会当有淡薄仔变化。转是我的妈。转是我的妈。哟，抓到了！这是什么？豆娘。几只脚？6只脚，对。看它会不会到你手上，有点痒痒的而已。
来，后面。不要，好，那就放这喽，拜拜。收水了，巴肚真枵，阮两妹要煮饭来食。阿爸甲我想去捡茶，等一下要用来起火。刚写的这个粗粗的，但是是小只的。对，就是要用这种小鸡。呜，收起来了。你这样，用力要对着火苗，两只手扶着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用力，再用力，再用力，再用力，力气不够，对不对？快点，加油，加油，再来。我看到了。阮暗顿要食汉的汤餐饭，汤真烧，甲伊浸伫水的就会凉啊，这是一个好办法。可以哈。不用，我这边不烫。好。洗胖哥，洗胖哥，胖哥若洗身躯，若受水。哥哥就流去呀。天后啊，溪底的虾仔出来啊！躲到哪里好？躲到哪里好？眼睛亮亮了没有？你看他在找地方躲。我的这个是防水的。耶！抓到了耶！哇，我是头一摆看到溪底的虾啊！但要轻轻的，不要太大力。你看，碰到它了。对啊，它很会弹，对不对？它会往后弹。多谢，顺行呢，紧回去厝哦。我们来换衣服。哦。阮嘛准备要来困啊。他来讲睡前故事喽。他跟妈妈说什么？他说我今天要睡在这。妈妈，我可以睡在这里吗？妈妈想了一下，就说：“好吧，小熊。”而且他还帮他盖被被哦。好，故事讲完了，我们来睡觉吧。请躺好。那你要盖被被喽。OK。祝你有个好梦。晚安，大家晚安，天顶的星嘛晚安。
球？这是红色的球球啦。那绿色的球球呢？哦，那你可以抱抱它吗？